越剧《三看玉妹》上海越剧院一团演出。艺术顾问张桂凤、吕瑞英，导演朱铿，副排导演刘永珍，作曲苏劲邹，配器庄德义。舞美设计顾大良，灯光设计明道轩。邓华卫饰演刘金定，司玉林饰演封家进，金叶饰演刘天化，于景兰饰演巧莲，谢婉萱饰演玉梅，朱阳饰演秦书，丁琳饰演碧桂，毛春梅饰演风雷上，古板金志良主仆吴百伟。有了，有力量，又不是女将军。
先让他们看上一看。嘿儿啊，我造女中英傲为你一人，岂能让那些万夫受之光困？快快上殿见驾去吧，见驾去吧！众位大人，请了，请。大明嘉靖皇帝为御妹秦国公子刘敬亭。于出征时在东岳庙求神保佑，曾许下宏愿，今得胜归来，得些本月15，谢人
从今天起，警戒3天，2月之日停止一朝。而如今之事，不能军民正等，一律不准偷看愚昧。哎呀，还是我高了。只有各位年老在外去扫墓，都派出去。年轻人转光了，年轻人列在。转光者，转光者。哦哟，算的，这个千万要死个，不可以问娘娘，哎，又不会得死个了。我啊，我还是做我个啥年纪了。我为气饱做我个啥年纪啦？玉梅困不到，还是困死鸡妹妹去吧。前朝古人切不来，我查出了女将军为什么也是怀疑来接受？究竟是这样的故事，为什么偏偏不准谁家？别怪，我想啊，这位玉梅娘娘一定长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所以嘛，我让大家看咯。我说玉梅娘娘啊，一定不会好看的。为啥？哎，要是玉梅娘娘长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皇帝也是要面子的呀，他必定要大家去看了。我猜玉梅娘娘啊，不是马子就是瞎子，不是歪嘴巴就是特别子。皇帝为了一面子嘛，所以才不让大家去看呀。不会这个道理。玉梅娘娘一定是不好看，难看，好看，难看，好看，难看，难看。哎，相公，你带我们去看嘛？去看？要相公杀头呀？杀头？杀我们相公的头啊！我们相公可是武不上是风来当第二子，谁管动他一个完了？no， 万岁的王宝，官家公子也要杀头的。你真是个胆小鬼！相公都不管去，你管去吗？哎，相公，你管去吗？相公，你不怕杀头呀？哎，净是别怪啊！这东岳庙不就是我读书的文昌阁隔壁吗？是啊。有没有出门可托？忙是没有的哦。哎，相公，文昌阁圆圆有这远哦，我经常从里面转进转出，到大殿上去玩的咧。是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好啊！人人哭得不能看，我偏要去看，快这御将军，请别怪，跨在我为文昌阁去吧。
我要出门，已不能记得。
心带劲，莫奈我在城南之下，才成身。哼，3天之前这一往东的话，难道你以为不知？分明一派胡言。娘娘，真小人家道比我，从小终于到过父啊！难道你跟儿子也聋了吗？此话你分明是与对方强辩闹的。来呀，放下去斩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娘娘啊！你杀了小女不要紧，我也不要把我太岁老娘亲。爸爸常常听到他哭哭啼啼，我好伤心。我娘这子我身亡，定然是平上加平，喜上加伤，好上加有苦草自根，又是无声听送命。老娘娘，你是该将我老娘在我京城张小儿，我念你老母病重，不胜之风，虽少你不死。多谢娘娘。张小儿，快回去吧。是。咦，你这个不识时务的张小儿，娘娘好生子的放你回去，你尽管去而复回。娘娘有所不知，外面御林军灭部，小民出去，实是难保命啊！巧莲，吩咐御林军让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拉丝。外面御林军听着，娘娘有令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张小儿，快回去吧。是。哎呀，我还是没有见到娘娘啊！问起情由，定要责骂于我。娘娘不是你为什么不谢谢他恩？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得老娘气到一场与贫不离？而小命我怎样回来叩谢娘娘不再之恩？倒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小子。儿叩谢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百年富贵。罢了。张喜儿再谢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岁岁平安。去吧。张喜儿三谢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春岁是一
好大的胆我心早有志，长在脚步轻易把情配，是非身上情为美，见过文中sang愿无中愧。王爷，娘娘为父接驾。姐姐，臣接驾来自望娘娘赐菜，弟弟何必此情？君臣立即分可比起。接驾娘娘，定身。你还见过弟弟？儿啊，罢了罢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女儿，贺喜女
儿，女儿喜送何来？儿啊，万岁爷我儿平凡有功，就在今日早到，得此赏脸报禀。姑孙好也得报禀。儿啊，万岁言道，但等名称贤子驸马，这赏脸报禀可是定品之文。弟弟，儿啊，今日四更起身，月庙进香，正在为路上辛苦了。王爷，娘娘去念香，本当早已好回来了，偏偏在庙中见到了一个。见到了什么？儿啊，见到了什么？那神台底下多杀一声。哈，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！儿啊，此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男的，年老的还是年轻的？年轻的，他可曾见到你？见到的，你可曾见到他？当算是见到的了。家园，来，把这刁民再来与我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。弟弟，你儿把他放在了，这是为何？弟弟用兵。他是一个乡下人，乡下人那个就赞他不得。你也只为老娘孙送兵，轻易不了，先不了，得到庙中救生生。他是一个小桃子，不如少了他的命。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能是女儿的故事？岂不闻王法难用，国法难扫，你就不必轻易的把他放了。弟弟，似乎到终身孝子，生生而敬子，总算5万人列表，也得宽赐3分。儿啊，万岁御笔定立条，当天王榜万应晓。他篡王法47天，管他小逃不小逃。你是皇风御美贵妃王，怎能够轻易继承借用忙？倘若沸沸扬扬传出去，把王家正脸一旦逃。儿的脸上要扫光彩，为吾也要配成孝。原来弟弟是为了这些。为吾不是为了我，为吾是为了你呀。儿啊，为臣在此靠生命，今后切莫胡乱言。常言道，是真是伪，曾经从是情是天曾困情，非是为吾不老道，女儿你做事太诚心。巧脸有美，与我回房去吧。宋娘娘，有美，王爷，那个年轻相民，姓陈名才，生意动这了，还替他做什么？讲他叫张小儿，家是哪里？是在什么哈里哈达？什么哈里哈达？哦，是在哈达门外哈里府都哈达城。什么哈哈哈？那哈达门外哈里府都哈达城。哦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家园，在明
说打40名校尉去到哈达门外哈里木都哈乌里木都啊，不对，哦，哈达城把那张小儿抓来见我。是。哈里乌都，哈达，哎呀，稀里糊涂啦！张小儿啊，张小儿，你把老夫搞得糊里糊涂，老夫要你死得糊里糊涂。是呀，谁叫你说话总不留神？我想这种事情讲讲也无妨。谁知王爷会这样大惊小怪，把娘娘埋怨了一顿。我说你呀，老脾气总是不改，肚子里知道了一些，非要讲了出来才痛快。以后可要改改了。以后再也不管多开口了。你们这是什么？娘娘，刚才都是我讲了不好，哪个怪你嘞？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巧玲姐，我知道娘娘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件事都要怪那个黑神的张小儿不好。怎么能怪他？不知他怎么会杀出这种事嘞？娘娘，你还不知道，王爷已派了40名校尉去捉拿张小孩了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呀，你这筷子鱼是何时好？娘娘，什么时候是好？没有什么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凭着是弟弟名声去捉他，不与心中。
多了，我何必为他洒酒他真是本身乡下人，为娘举人到庙内，听他宣布本地，分明是你乡他的泪，再看他粉面红唇，如何起浑身不转光点灰，举止形容不文雅，难把他的真相配。谁信他是个中天官，谁信他为娘举人泪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。扮作乡民公庙内，弟弟呀弟弟，你谁说名人去走他，弟弟是空谁而去，空谁为何貌似轻描堂堂，我真难猜他的心。我不是一动藏，当不我不是孤云路，还小我不是健忘邦我的儿，我不是无名好妻儿嘞，你看他3番2次去赴嘞，有因不因是姊妹，默默钻进宽纱路。
王爷了。哎，娘娘她怎么睡在这里？莫非昨天被王爷埋怨了几句，又发人心地气了？不对呀，他为什么又叫着张小儿呢？莫非他在庙中见了他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有没带路？有没接来一声报？好比是一盆冷水当头浇。
哎呀，用眼交菜，真实无比。女儿没有病，关医生来了，快请他上来啊！啊快一快，你要快眼睛一关医快。生没有病呀。哦，结果王爷欠杀了，怕了。哎呦，是娘娘欠谁有病？哦，原来是娘娘欠谁有病啊？那得小姨为娘娘欠谁安嘛啊！哎，丫鬟姐姐，丫鬟姐姐呀，我这里有红了2些，请你去娘娘奉水的马鞋上一朱红玉落啊！千万记住，朱红玉落。知道了。好，先生请。王爷请。先生啊，你与娘娘千岁万马，可要谨慎小心，可不能妄下定论啊！请王爷千岁放心，不要说是与娘娘千岁宽平，就是平民百姓宽平嘛。小姨也是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为病人出力。先生，娘娘千岁的病源，你可要推敲得真，可不能妄下定论哦。不效王爷千岁吩咐，小姨有人私讯，事先要3思而议，事后要3思而立，无事金玉良言，至今刻骨铭心。不是小姨在王爷千岁面前夸愧啊，不论是大病小病重病轻病。先生你太啰嗦了。先生，快与娘娘宽平吧。好。先生，好。娘娘生的什么病？哎呀，此病时下必下，可此经必经啊！好。哎呀，不好！娘的，这是没欺负，先生，先生，这辈子，先生，这辈子，先生，恕我不能，先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不对呀！方才先生言道，吾儿之病，时下必下，时尽必尽。时间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发笑，莫非得了风平了？哎呀！哎呦！一定是被堵在神雷底下的张小儿下了一条小娃了哦。带我去禀告圣上。王爷，哎呦，王爷！见娃了哦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
来庙里也归手上没人陪，来庙里派中共有英雄心，来庙里金牌回城顺心，来了你一片地头玲珑心。更有一天来了我王不成了，烈烈是因出关本来嘛，这手艺是我娃来唱去哟。哎呀娘娘，小姐，你可知我的相思自苦自从那日结亲已在又是再去，我已曾比爹娘把亲绝，恨你不是令四大月。门路不大，难成缘。我妹子里小命儿换上几把天，深深离过这以后，我这外亲相知难。
我这里
陪我同去结帮。哎呦，怎么了？相公，我上次对我一只脚，我还没有好你。好，你不快些是吧？请死！你叫我买套衣帽一箱，索取所谓。请师，你我买套衣帽也相回来。帮中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你说到府门瓦等里，接帮中也来，说来通报。哎。与兵出征的刀交分担，水遁长。嘿，真皇都当小儿黑我女儿病房贼苦恼。我命叫委屈，我拿刀点了大风小声就是皮娘，哪里有哪里无毒大臣，更不知这小子才何方。王爷，王爷，禀王爷，接帮人来了。夸夸有请，有请接帮人。王爷在上，小爷有礼。先生少礼，一旁请坐。有王爷在此，哪有小爷的所谓？先生乃是与娘娘千岁困病来的，哪有不足之理？此事小爷方是告诉。请问先生真姓大名？外甥姓许，草字金家。哦，许金家，许先生，不知先生是哪一位名医所存？小爷乃是家传，我已是第9胎了。王爷，听先生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之臣啊。小爷乃是他乡因医而来。哦。来人本是一家儿，
愿无一数年大病未曾。你谁道为官？王爷，小姨非为救国而来。那你为何而来呀？那能是玉梅娘娘病体遭着邪雨，母女已死了。哎呀，先生真清高的很呐！家园，替先生摆酒接风。是。王爷且慢，这酒能可也，这病可不能服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先生真不愧是9代祖传的名医家呀！这是谁生童儿，快去见过王爷。见过王爷罢了，家园带先生的童儿去用过酒吧。是。巧莲，见过王爷。你快去见过这位与娘娘患病的9代名医徐先生。是。见过徐先生。这位姐姐罢了。巧莲，哎，你快去禀告娘娘，使我即刻陪伴先生同上宫楼。是。啊，先生，请啊！王爷同去，理当奉陪。此次有劳王爷。先生，请。天子明义，即王方，无儿的评语有自他。王爷稍待片刻，待小姨特下须子。先生特许这才。王爷有病啊！娘娘妾身有病，奉天定若许上，传许登楼，家不成容，定要震动楼巴。今度娘娘奉天没跳，就要失常。这样一来，就乃争夺娘娘妾身之病理了。故二母要特许登楼啊！这特许登楼，遇着先生征召，本番于心不安呐。为了娘娘妾身，我是虚虚小先生请。王爷且慢，先生又有何事啊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我用小姨强的呀。本番一时想不起来，请先生明讲。恐冒犯王爷。不妨。王爷，昨上错的须子嘛。先生娘本番特许登楼。又是王爷过体呀。哎呀，不瞒先生明讲，本番特了须子，就不为应走了啊。哎呀，这个小叶子呀，只是传许登楼吧。哎呀，此次请先生一人登楼，本番在前厅设宴伺候。遵命。王爷，
是的嘛？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哦，我还是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先生请，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先生请，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自从挂了早一棒，一连数天地狱神仙来接棒，今天来了一位徐先生，岂不是见他昔日？哎呀，巧脸没有比。娘娘，王爷叫我来禀报于你，他即刻这位徐先生上来了。哎呀，流来了。宁接王爷，巧脸子。徐先生，怎么你一股身上来？哦，王爷他特了高虚，不会走路，命我一人来的呀。徐先生，你为何要特许等来？哦，巧丽子有所不知，才须登楼，下不正中，定要整同楼班。进入娘娘奉天马跳，就要食堂。这样一来，就乃真到娘娘前身自并离了。故而我要特许登楼啊！徐先生果然与众不同。先生稍待，待我禀报娘娘。多谢巧丽子。娘娘，王爷他没有来，徐先生一个人来了。事甚好，就一声下去吧。娘娘，徐先生乃是接了王棒，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能不娘看病，再叫他下去呢？呀，巧脸，我没有病，看些什么？娘娘虽是无病，我看你近来神思恍惚，心神不安，此次拖延下去，怎会不成大病？我看还是请徐先生看一看的好。哎呀，巧脸。哦，巧丽子，徐先生，请。哦，请。慢，拿来。什么？红了线啊！什么红了线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做医生的，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懂吗？倒要请讲。那么你就听理好。两根丝线落雨红，银线花花乱结胸，你是九代家传名医生，难道是这七仙嘛都不懂？这七仙嘛，哪个想出来的呀？难道许多名医生及娘娘来考虑都是切线安排的吗？是啊，我恨不得乃真到娘娘前身自离了。是娃子讲，巧丽子呀，我你是聪明人，难道此事为龙不清？小小两根红罗线，爱
那真为爱得真，这都是用意无能害贫家，奈怪娘娘贫不清。你是天生的吗？喏，爱没真的，从没挑的讲实夸买来相待平人，必须爱得真，才能对症下药，是稍有不正，岂必无为平臣。哦，喏，前线爱马，治病不测，是风采系统啊，屡败震动啊，这屡败震动才能对症疾病。我们徐家可从不有这无人自己呀，是吗？喏，九代相传，就是平生爱法，大病时人不能一到病死。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的医生。没有这点小本领，外怪邪来去报。巧弟弟，我可还是听娘娘平手爱马的好。只可娘娘不肯。哎呀，这要表明我的来意呀！嘿，坤饼为什么来意？no， 来意真啊！好，先生外面稍等，让我去试试看。多谢巧弟弟。娘娘，许先生是千线爱马，难以诊断病因，需平手爱马，请娘娘定的。你不知道这里是宫内吗？娘娘当年许先生与你看病的来意真正啊，看病我有什么真正不真正？娘娘。他不同，传须登吕枪不从，鼻孔吕白要阵痛。为了要知娘娘命，他今岁特许出走，轻轻在身拜花许先生，请吧。请。娘娘在上，小女有礼。许先生，请来鞍马吧。是。许先生，好。哎呀，娘娘的凤娘有4-5天了吧？是的。娘娘是头回摸鱼吧？二龙关杀不关杀，是不是自然的事情？他有人也不偷啊。许先生，请。许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姨看来呀，娘娘是毛如风啊。虽然也是风寒，并未这样重吗？是要针对旁的病因嘛？还需看顾娘娘脸上的神色，才能下毒。看神色，这身。呀，娘娘，
道天子精神长于十月，地之精神长于五国，人之精神长于生活。常言道，莫中有人，人快人足，过而苦之极甚，不但能治其病因，还能对其病根，是不快生活，就乃至其情了。是此许先生，你来看吧。谢娘娘。他
多少花朵？娘娘32朵，等着。娘娘不信嘛，自己再数数看。哎呀，真是有缘！娘娘，什么有缘无缘？我是说花朵落单，不要不要，花朵身上也有缘。娘娘，你何必问我？我问你什么嘞？我不管讲，是你讲嘞，多谢娘娘。王爷是你的名字，不依了你的心思，从此对你常留意，有名娘娘无数事，你梦中常唤张小儿，年年不忘牵心思，牵心思，哎呀牵心思，昨天谁曾喜事，许先生与娘娘看成身，四目相对不一致，你说去呀，他说好，爱情妈妈在心思。我的手啊，对不对？怀望娘娘要宽恕。你是我的知心的，又是从来我你，只为此事非小苦，因此我们在心中从不离。此情一起，先明白我还有一丝分离。昨天来的许先生，是不是在庙中见到的？我看这位许先生就是事故真名义，定是庙中见到的，痴心妄想到此地，今日他要常来来，你可问问他的心，只要托你他的心，我谁托应定此真保佑娘娘诚心实意。娘娘，昨日托你入心围，真心真意上来催。今日在此宫女上，待我能把你的见。巧丽姐，许先生，怎么又是你一个身上来？是啊。啊，我家王爷又是怕高虚震动来办么？巧丽姐，今日娘娘病人是何啊？反而加重了。哎，
去？我无法使得娘娘治病了。咦，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源了，怎么会无法使得娘娘治病？这，哼！我老实告诉你，你要是看不好娘娘的病，今生血溅下来，进去。暂时待我禀告娘娘。薛先生，娘娘命你进去。是。娘娘在上，小姨有礼。许先生，禀身。哪有小姨的所谓？许先生与我这娘娘看病去，不如此地走吧，走吧。多谢娘娘。不知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？许先生乃是神医。我家娘娘已不言而喻了，不言而喻。啊，娘娘且岁，不知今日命小姨上楼有何吩咐啊？许先生不有一事同奔。娘娘，请讲。许先生，你真心啊！娘娘，许先生嘛，当然是姓许的呀。你夫居何处？哈里门外。什么地方？哈大门外，哈大五渡。哈大村。哈大村。对，哈大村，哈大村啊！主上，祝何胜利？主上不得行意，我已是第九胎了。府上共有几人？家里共有6人。哪几个？弟弟、母亲、兄长、嫂嫂，还有小姨母。3两5个，还少一个。还有一个。是谁？是妹妹呀。啊，娘娘且说，你问的小姨这样仔细，这谁啊？这个冤家为什么反被他问得难回答？听他话声声也想家，叫我怎能顺心他？大胆上小儿，你搅拌向你搅拌一声，3番2次前来戏弄于我，你该当何罪？啊呀，娘，许先生当然是姓许的呀。还是许先生，你大胆！你不肯讲真话，杀得我气发，我定要救你。
还是一岁。巧丽子呀，我不是玉头小光棍，也不是乡下走一程，老老实实在你家，实实在在我本心痛。做什么？我是风采不大，玉里不拔，就在家在自有闲，一点不假的许金家。许金家，许先生，还是许先生？哼，他不肯讲，你他不讲这人，困见！哎呀！求你的，爷爷啊！娘娘，要是他再不肯讲，等我把他交与王爷，替他五花大绑，赎罪举出，敲锣打鼓，御街四奏。孙女，三岁，好。巧丽子，这就是你我娘娘的不是了。怎么倒是 A 家的不是？娘娘啊，外甥急忙来快递，是与弘扬杀的心，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，那是小娘娘发给了天满城，是这么恩重仇，岂不是多天下的一家？真该在于那个谁叫你不讲真话？就是呀，一位儿曾小儿，一位许先生，叫顾家娘娘仔细细腻腻讲吧。那我就对娘娘这讲了吧。我不心虚，当你心肠，我也不心脏，不是酒来名誉，也不是铁三郎，实实在在我本心疯。又是风吹不到吧？不是啊，弟弟名叫龙来堂，父母上书拜君王，岳甥名叫封家丁。你为什么不过生死到庙堂啊？臣待娘娘为民光，又听说娘娘在冒师傅上，我心好奇愿意见，因此桥拜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又要半夜来祭访啊？岳甥不管讲，你关进庙堂滚上公务，这几句话都不管讲吗？是
家珍青梅到府上，谁知王爷不允婚，什么娘娘的婚事比心上，许亲排在桌子上，找一个本无现在的长院郎，家人旁听心气恼，再把药神这一场，我从此无心托坟上，一片思念千难放。这是娘娘你与文化的早已把我心太强，可是了娘娘之病身堂，药台娘娘你跟我，因此他在拜为祭八。有王邦在此，请娘娘仔细地开场。年龄相仿，早为风霜。他那里把话一讲明，我也可以放宽心。带我去取菜桑林冰。巧日子，我家娘娘啊，娘娘宽明于公，将功所在。哎呀，巧丽姐，回去吧，娘娘。哎呀，巧丽姐，巧丽姐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，快回去吧。哎呀，巧丽姐，巧丽姐，我岂是为此而来呀？我不是在做梦当年的我家宝，我当文武举子孝，当着外在成吉他，乘着翅膀是月老，谁能得知与他把水碰见了，今日自把用我手，真是做梦啊！想不到。刘天华呀，刘天华，你不肯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我封家追。自己的女儿又将商业宝贝承继于我，待我回去叮咛叮咛这名外甥，马上红灯花轿到你府上前来迎娶，那大是西山我封家贼，千万一走。
冯家庆啊，冯家庆，你叫板一声苍金宫楼，戏弄娘娘千岁，与我上殿见家去。罢了。嘿。许先生到府不上去了，不好！上面的丁连里当机帮忙，气能娘老弟弟眼泪欲淌，叫俏。人一刀所报于我。府内常求见。禀王爷，风雷场求见。哼，这个老匹夫，定是为他儿子求情来了，令他觐见。风雷场觐见。你
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高堂，只是孩儿谁不该斩，拜望弟弟设法救我。小奴才，你藏进宫内戏弄娘娘千岁，真是罪不该斩。弟弟，孩儿乃结帮开明，我为藏进宫内，娘娘亲视良缘，又真实是戏弄娘娘。真有此事？娘娘有亲自上里报禀，以让孩儿兄姐，弟弟请看。吼吼，哈哈，吼吼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奴才，你的造化不小哦。下官风雷上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，封大人来见本藩，为了何事？王爷千岁，千不是万不是，都是下官的不是，不给平时久之不念，终之于逃。故而我今日他到法上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。呵呵，所闻封大人私家年轻，家自有法。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身犯何罪？藏进宫楼戏弄娘娘千岁，该斩不该斩？哦，犯了这样的弥天大罪，理当问斩。对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怎为藏进宫楼？他是接了王邦而来。我儿既是接了王邦而来，乃是与娘娘千岁昆平来了，真是他戏弄娘娘。既是我儿戏弄娘娘，娘娘怎么不将我儿定罪，反而趁他这上联暴毙？这是下官的骄子无方呢，还是王爷千岁的赐驾不念呢？老匹夫尽管当作羞辱本藩，来呀，将他轰了出去。弟弟将封家境开到文上。刀下见见娘娘，快快上殿罪名犯所事，见驾娘娘。领圣。儿啊，你到法上这身，内侄弟弟稍为封家公子，定斩不杀。封家公子你斩他不得，唯有斩他不得。他是一公之人，公在哪里？治好女儿的病，他真为宽病。不为看病，女儿真为贤愚。他是假扮医生而来。弟弟，你王邦之上可曾显明，少许隐医之人，谁动一刀也不得前来看病。为人贤明。弟弟，是骨头只有恩将能报，怎能恩将才报？哼，唯吾斩他不得，难道万岁也斩他不得？弟弟，你王邦之上可曾加上一条？加上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逆流相逢，走为东窗，弟弟呀，伴随车子过往方，时代病又送上，加上一条是你写，乱人放心举子香，自知儿病的贤女，人家也知。
儿媳为吾做子上夸，夸为尊公留去，引得把王家铁脸一扫光。弟弟，你啥人不杀？定上不杀，巧命有命，义务将冯家公子葬了死。谁滚！命他为吾当众死不成。谁在那股回头刀？弟弟，陪父亲自泪盈盈。皇帝诏曰：刘天华所奏封家境乔班一生，藏进宫内，戏弄愚昧，千岁也是先系皇奏，本应降罪。古年潘家多年参将功所在，今故事作子将愚昧众生匹配于封家境为妻，接着万婚千次谢恩，万岁。王爷千岁，封他成亲家，请翁。拜见爹地，你还有啊？王爷千岁，凡生于子，就一对新臣，借着今天完婚。教尉们，有送玉梅木马，进殿完。